带去读唐诗。昔时西夷关，作者魏应物。诗篇：落帆渡怀田，田荒林孤野。呼呼风起波，明明日dim色。人归山关，岩下罗秋碧。独夜疫尽关，庭中未眠客。简介：伫唐德宗建中3年，也就是西元780年，作者呢按长安到治秋临节刺史，路过盱眙。这个盱眙呢，对即马安徽的盱眙县，风起浪卷，船无多人来前进，也全停歇在淮水夜山的江边，写一首引人入胜、我律绝佳的名篇词。伊巧妙独听呢，是由诗来抒境，按头到尾顺水推舟，采句作诗，拢同一个色彩。开头2句呢，就大声表明地点时间，拄到风影，停船伫淮水南岸的晓岸，时间几近昏暗咯。中的4句运用贴字甲对比的手法，写出旷野苍凉、冷清的夜景。呼呼明明是贴字的描述，夜风吹动，水波浮通，夕阳沉落，暮色昏暗，一种冷寂的景象。山谷岸对罗秋碧，形成色彩明暗的对比，渲染周边凄凄的意境。不但只有飞雁归巢来引动记忆思亲痴情，每年的毒夜啦、听清啦、还未困啦，处处拢是点出诗地色对黄昏的暗啊。规篇呢，虽然讲出夜深寂静引起相思，不过呢，一点都无迄个凄怜愁苦之意，只有一点点怅然此地风光好，竟有思乡一片心。这是一首呢，会当为一出门伫外家口困困打拼的游子思乡之情，归来吟常的诗境，甲一般怀思苦楚的意境呢截然不同。规篇呢富有生活气息，轻描淡写，看起来咱对写景也有景中寓情，情由景生，景令情动，互人读起来呢会当感人心弦。读诗的囡仔袂学歹，有气质，够有文采，读诗快乐哦。